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男神日報。咁男神日報呢，除咗每個星期有賽馬貼士之外呢，咁就會為大家送上呢每個星期大家感興趣嘅消息。咁第一單有趣嘅消息呢，就係未補地價嘅居屋呢，每尺呢就重上12000啊！咁根據信報嘅資料呢，將軍澳寶盈花園啊，未補地價嘅居屋啊，總價711萬賣出啊！咁尺價啱啱就超過咗呢個12000。咁睇返原業主呢，就喺2007年買入嘅，就以157萬，即係大約160萬啦。假設佢當年係1成首期啦，咁160萬即係16萬啦首期。咁而家就用711萬沽出，咁即係賺咗44倍，即係成本係16萬，但係而家賣出呢，就711萬。如果喜歡我哋呢個頻道呢，請記得訂閱同埋 share 俾朋友，同埋讚好。另外一樣有趣嘅嘢呢，就係有一隻股票呢，1481，咁就冇盈利、冇派息嘅，但係個股價呢，就係咁升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嚟緊呢個禮拜仲會唔會繼續升啊？定係開始跌返落嚟啦？